大家好，今日我哋一齊學習一個簡單嘅床上運動，轉動腰背。呢個動作可以有效咁防止腰部僵硬，並且幫助放鬆我哋嘅腰背，非常之適合長者去做。開始嘅時候，我哋平躺喺床上面，將兩隻腳屈曲至90度，膝頭哥同埋腳板緊貼，腳掌平放喺床上面。慢慢咁將膝頭帶到去左邊，直到感覺到我哋嘅腰背有少少拉扯嘅感覺，停留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翻中間，去右邊，同樣地感覺到對面嘅腰背有啲拉扯，停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翻中間。每邊重複做5次，為之1組，每日可以做1至2組。咁做嘅期間，大家記得我哋嘅上背係保持唔喐嘅。另外，轉動嘅時候咧，亦都唔好做一啲過度扭轉嘅動作，避免整親我哋嘅腰部。呢個動作可以防止腰背僵硬，並且幫助我哋去放鬆我哋嘅腰背。但係如果大家做嘅時候覺得唔舒服，就要即刻停止運動，並且尋求醫護人員去協助。感謝觀看，記得點讚關注我。